你知唔知道 Google 最新推出嘅 Firebase Studio 勁到可以自動寫 App，我用5分鐘就可以整好一個記錄每日飲食營養嘅 App。而一開頭啊，你只需要輸入你想生成個咩 App 啦，例如記錄每日飲食營養嘅 App，Firebase Studio 就會幫你自動生成成個 App 嘅結構出嚟。連 App 個名、功能、內容、用咩色調都會 outline 俾你先。你仲可以預先修改啲 setting，完全 customize 到你想要嘅風格。OK 之後咧，佢就自動幫你寫好即係唔同嘅 program 啊、fix bug 啊等等啦。最勁係仲幫你連 Gemini API 都自動整埋，開發完啦，即刻可以測試 app 功能啦，即係由頭到尾全自動啦，唔使寫 code，唔使 debug，想點改邊度出錯啦，直接用自然語言啦同佢講啦，佢即刻幫你 fix。例如我 upload 咗張食物相，就自動識別係三文魚、生菜，仲即刻幫我記錄入去每日營養表，同時分析卡路里。想知點玩？留言 AI 發你有關資訊啊！